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月18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有一台自强号咧关门时，有人熊熊伸手阻挡，甚至把车门 Q 开，警察已经开始调查，要处罚一个旅客。南投灯会因为无人机的类型参申请的无同，所以临时取消表演。也若台中灯会敢若是因为人伤客，所以有人无说离去厝落水池边。泰国前总理戴克辛因为健康的因素，原本8天的刑期改做1天，今麦佫因为身体实在伤歹，所以已经申请假释，回去处理调养。好，咱要先来看这个中国籍的船伫咱金门海峡，因为甲海巡涉入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的意外。即马这个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金门甲厦门这个水域其实无算是限制水域，就连中国海警也来表态，讲这个海上执法会变作是因的常态执法。即马咱的海委会是强调讲，海巡署其实有伊的必要性。也若咱的陆委会因嘛讲，中国船无经过允准。本地就袂当进入限制水域，所以未来会继续执法，未有改变。一只中国籍的船14月改到金门海峡掠鱼，和海巡队赶走。过程当中，4个中国船员落落海，其中2人经过抢救了后，有缘不治身亡。台湾表示依法执行。中国国台办17刷强硬表示，金门水域无存在禁止限制水域。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发文反驳，若金门乡亲认为无禁限制水域，那会报案呢？海巡署人员执法有必要，毋是恶行。这代志引起舆论两化互呛。中国海警局18号表态，未来会加强海上常态化执法，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金门县渔会也向渔民宣导，非常时期要更加注意安全。在这个时间点上，自己出海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去业界跟这个大陆渔船接触。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问题。海巡赶快把那个他们一出海的密录器都有啊，马上公布画面就 OK 了啊，一翻两瞪眼，为什么政府不赶快明快处理？第一线渔民无能为力，烦恼生活受影响，只希望代志赶紧结束。金门县府表示，水域秩序维持，爱科两化当局共同讨论，希望应以两化渔民生活为前提，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南会呼吁中央地区环海学者经济基地应授权地方政府，甲对方直接讲，立会批评中国大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是件危险的主张。中国大陆国台办在对台政策方面一向是属于鸽派，这次会连续2次发表强硬的声明，可见这件事情在大陆的舆情是十分沸腾的。我觉得台北这边应该授权给金马两地的政府跟大陆比较直接密集的这样沟通，这样可以避免误判，减少擦枪走火的可能。这是中国企图虚无化中华民国主权，片面的改变台海现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主张，制造区域冲突、区域不安定的潜在导火线。陆委会表示，两化互无隶属，中国船无经过许可明进入台湾限制甲禁止水域，未来也会继续执法。目前海议会已经发函予对华海协会，说明过程甲希望协助相关的代志，已经联络到4个船员的家属。根据了解，家属最近可能会经由小三通到金门处理后续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台铁有一台自强号昨暗停伫台北车头的时，结果有一个旅客为着要互伊的亲戚朋友拢会当上车，所以伫火车门咧关的时阵，熊熊伸手去阻挡，甚至佮甲这个车门 Q 互开。虽然讲这个铁路警察无伫第一时间接到通报，也毋过即马已经开始咧调查，后手会照铁路法来处罚这个旅客。听到发车前啊声日谈，一家人赶紧用走的，10多人先上车，亲戚朋友赶到位，车门就要开起来。就伫这个时阵，有啦，上来了。 10多人赶紧用手把门挡起来，不要让迄车门关起来。袂少乘客讲，安尼是真危险。只听到声音，但车没有动，车门也没有关，就会努力看看。但如果车子已经动了，车门已经正要关起来，我就放弃了。我会留下来等下一班。我也会留下来等下一班呢。对对对，因为我不喜欢用跑的。
这种喊过的情形发生在台北车站一台离一时班次自强号列车17暗时10点外，伫这要发车这时阵，车门方向扭开。就算警方无记录报案，就也介入调查，会依法来采取，敢若是涉关的铁路法68条，相关的处罚100万块，代替是回应。开车进前，开车通知的乘客车会大约但5秒到10秒，车门关起时莫强上车，避免起急受伤。本所目前尚未接获相关报案。全案调查后，依铁路法68之1及71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罚。他车门打开了，没有这个联动，车子就开始运行了。我告诉你，那严重性反而大。关键就是说，它会对于行车安全、乘客的安全有疑虑。大众运输系统人机状况是800种，捷运报人伫车门拍开了后，两个轮流走来走去伫咧耍。另外，台铁也发生旅客讲家己困过站，有时甲车挡闸扭来，造成火车紧急动车。另外，也有人伫列车关门进前，脚一直伸到车门外口，车门无法度关起来，无法度来发车。乘客出头一堆，可能也是卖做危险，也是喊过的代志，若无可能防坏，也影响这个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民航局接到检举，讲这南投灯会要使用的无人机，伊的外观甲类型参当初申请的无啥同，所以若真正飞起哩表演，可能就会违法。南投县政府就因为安尼临时来取消表演。也若台中灯会是因为有4个民众，敢若是因为人伤济，所以互相下体，落尾是无细理，全安尼处落水里边。今年南投灯会打造11个特色主题灯区，原定17、18两天暗时有无人机表演。不过南投县府雄雄伫17暗时公告，因为民航局临时检查取消无人机表演。县府表示，包含机型甲飞行的高度，全部按照合约的规范。不过无人机的外形甲合约有点无同，这也无法度飞。那如果经查证以后有违规的情形，本府将会考虑向厂商求偿，并追究他的责任。交通部民航局是解释，活动取消甲检查无关系，检查合格当然用飞。不过当日检查了后，确实发现无人机的外形甲形式，甲申请内容无同。现场提醒业者，若继续表现可能违法，是毋是取消，是由南投县府来决定。县府后续已经保证资料提供给民航局。台中灯会17暗时也出现状况，有3个大人甲1个囡仔，因为人伤济，无细致搬落边坎，其中1个人好亲像搬入去地方池，下半身弹起。因为前面就是主灯，所以游客会很多人在这边看灯，那我们就采单向通行，往这个方向过去，那么这人流不会冲突。那也就是说，这个通道上的这个人流的这个通行可以加大1倍。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这几个人由工作人员甲热心的民众帮助救上花，其中1个人有刺伤，不过无愿意看医生，家己离开。管理局事后改变这动线，减少人流，也加强沿线护网，才避免意外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或者春节期间有真侪人拢会放烟火来庆祝，也毋过伫台北市的内湖所发生了意外，有2个少年人伫初5暗时伫这个停车场边放炮啊，结果2个人为着心情好耍，所以把这个炮啊弹入去废弃的收费亭内底，结果内底囤的一寡这个杂物完全拢烧害去，造成了火灾。落尾警方是照公共危险罪来甲侦办。2个人，一个正边，一个倒边，点着手中的炮啊，向向收费票亭。无想安尼一个戏引发大火，高烟一直冲出来，火一直烧。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拍火。我人在这边，那个小孩子来说那边着火，要借灭火器，有帮忙打电话，消防队在旁边嘛，马上就过来。这个外地无伫用的票亭周围全部拢有封锁线，4个拢是烧甲臭火大的分裂。原来2个高中生正月初5暗时6点外，走到台北市内湖5分街，这停车场放烟火，乱起水鸳鸯出代志。家在隔壁就派出所消防队，不过这2个少年向消防队报案了后，就伫边仔公园篮球场来开讲。2名男子释放鞭炮，引起收费亭内杂物起火燃烧，所幸无造成人员伤亡。本所巡线通知该2名男子到案说明，确
全案依公共危险移请侦办。2名未成年少年和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侦办。只是过年期间也真侪放烟火出代志的情形。新北市3级摇人棒冲天炮，加菜涉土的民众炸受伤，防过伤害。另外，若是伫路中央来放烟火影响交通，也可能开涉道交条例规定。过年放烟火来庆祝，虽然真欢喜，不过也唔通耍过头，加上官司就真袂好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罗西亚反对派的领袖纳瓦尼，2月16传出伫家监内底死亡，所以民众是烧酒发起追思活动。结果，煞互这个官方全部拢掠起来，32个城市当中上无掠有400个人。也那这个纳瓦尼的妈妈，伊甲政府讨后生的遗体，结果政府拄开始竟然讲这遗体找无，后来才解喙讲是爱完成调查才会当领回去。民众伫大使馆外口人行道放鲜花默哀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过身，真侪民众来悼念。那俄罗斯国内民众来到政治受害者纪念碑献花。俄罗斯自英国大使馆外口、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拢有民众家己来悼念。也有人也普天台人的家己制作的海报，怀疑纳瓦尼的死因无单纯。était là pour encourager les gens à sortir, encourager les gens à se faire entendre, à montrer leur engagement.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la machine répressive et tout le système poutinien, depuis des années, a tout fait pour étouffer, pas seulement la contestation, mais pour étouffer tout engagement citoyen. 在德国慕尼黑开会 G7 7大工业国的外交部长，除了伫开会进前被挨1分钟追悼以外，也对纳瓦尼的死亡感觉生气。呼吁俄罗斯官方说明纳瓦尼伫狱中死亡的情形。因为俄罗斯境内行上街路哀悼纳瓦尼的民众，伫过程中一个互抓起来。全国32个城市至少有400人互抓起来。部分城市的纪念碑附近也有警察禁止民众献花悼念。 Нет, не удалось. Пришлось перед ними бросить эти цветы. У меня знакомые по дороге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Они боятся репрессий, поэтому отдали мне свои букеты. 纳瓦尼的发言人雅米什讲，纳瓦尼69岁老母刘德米拉加入苏关当地家附近的调查委员会办公室。 互通知纳瓦尼伫16下晡2点17分醒共死，向当局讨遗体时，互当局讲这个遗体失踪，尾后才解讲爱完成调查，才法度甲遗体领回去。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 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伫去年8月时阵，总算结束伊17冬的流亡生活。也毋过后来煞因为涉嫌贪污，互人判刑8冬，再搁因为健康的状况无好，所以减刑到剩1冬。即卖伊这个身体实在是伤歹啊，所以已经申请着假释，返去厝里调养。 在伫学校轿车向前行，媒体相机灯光闪袂停，会当看到阿妈棍为着护具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伫查某囝的陪伴之下，准备返去厝。今年74岁戴克辛，去年8月结束伫海外流亡17冬的生活，返去泰国。伊捌2届当选泰国总理，却伫2006年的军事政变，受到指控污洗，解除职务，开始流亡英国。 ขอถอยโดยการไม่รับตำแหน่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2008年，戴克辛目的站返去泰国，替指控家己的数十项罪名做辩解。却伫同年8月出席北京奥运开幕了后，无按照泰国法院的要求返去参加听证会，佮向英国申请政治保护，开始长期流亡国外。 去年8月，伊返去泰国了后，被判刑8冬，也毋过服刑的头1天暗时，就因为高血压带入去病院，了后佮得到泰王的直辖减刑到1冬。经过6个月病院关押生活，伊申请假释成功。 泰国司法部表示，这个假释委员会批准930人的假释申请。戴克辛的年岁、健康条件、佮服刑的时间拢符合条件，所以得到批准。也毋过因为戴克辛去年返去泰国的时阵，伊的政党为泰党，拄好要甲亲近军方的政党结盟，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互外界利用伊的刑期缩减，是互相作业的结果，才当进一步符合假释的条件。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
再来看国内，今仔日全台湾各地大多数拢是稳定的好天气。也毋过，这款好风力上计是到后礼拜四尔。后礼拜四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北台湾又搁会来落雨转寒，一直到后礼拜5的时阵，这温度可能敢若剩15度。礼拜的台北街路日头正大，中昼的高温约27度。看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最高温看上30度。啊，毋过要注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较大，而且日开始有锋面的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各地天气渐渐转凉。伫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就会亲像厝楼啊共款降低，到23温度可能剩15度。就整个低温的表现上的话，像是在中部以北，然后跟东北部的低温大概就是都在15到17度左右，然后在花东地区的话，只是在18、19度这样的温度。那当然就是说，一直到24号之后的话，其实都是以东北季风的给影响的天气形态。这种温暖的好天气都要好好把握。敢若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寡短暂雨。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早暗期间，西半部地区较会下雾，也有低云影响到能见度。但是日开始温度就有明显的变化，北台湾会个湿湿凉凉的天气。主要就是以北台湾，然后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云量上来讲，都会有慢慢增多的一个状况。那并且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机会。就在其他地方的话，目前看起来主要是以山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方的话，则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今日开始透偏南风，温度会较烧热，搁加透早较会大甲雾。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室内会反湿的现象，会当关窗啊，较袂户外湿气入来，搁搭配除湿机，安尼室内伫个较压角的所在，壁角就较袂有反湿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税厝的人即马厝税是愈来愈贵啊！行政院公布今年1月这厝税的年增率是2.14%，是连续6个月拢超过2%。有真侪伫台北市上班的少年人是甘愿住伫个淡水，也是讲搁较远的所在，要用通勤的时间来换钱。专家就分析讲，因为这个厝价是一直咧起，所以厝头家就对咧起厝税，未来恐惊阁会继续起去哩。6平大的房间内底有便所、车道甲床、拢总区，一个月厝税6500，比台北市超过1万的租金是俗正济。也好多出社会穷小者，甘愿逐工一抓用点半钟的时间去通勤上班，也要省厝税。房租的价格是一直不断在上升，然后变成我们其实如果想要去住靠近工作地点的房子，其实蛮困难，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样，所以就是短时间内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搬家，还是会选择通勤的方式。到底租金有偌贵？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数字会讲话，今年1月厝税指数达到105.19，创新高。为去年8月开始，厝税指数年增率是2.01%，10月过到2.20%，一直到今年1月，年增率依然有2.14%。英国是连续6个月年增率拢超过2%。虽然厝税指数年增率幅度变化不大，不过年增率连续半年拢超过2%。现时国内租金会大大起，专家认为，地区租金的日子恐怕还未到底。目前看起来呢，租金上扬应该会持续高居2%以上了。因为未来的持有税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再加上说，今年因为经济展望比较好的关系，央行的降息几率比较低，所以呢，房东的资金成本也降不下来。台湾长期的租屋黑市，导致房东不太愿意租屋的一个曝光，所以这个部分对房客来讲，无论是租金补贴或者是租金扣抵所得税，这个部分会变成是一个看得到吃不到的一个政策。民间团体认为，政府除了租金补贴政策，也要解决税厝乌市的问题，将让租金市场透明化，减轻移都台北人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初九天公生，咱拢知影讲，这拜天公是民间真重要的传统。民众除了会穿这个素食三牲来拜拜以外，伫中华鹿港阁会拜古钱造型的牵仔条。除了代表财运，嘛有人讲这古钱的多样，就哪像是月亮的变化，一条就是一个月。市场内的人满世界拢是要来买拜天公的物件，除了天公金、保运金、花卡钱，阁有素三牲、红玫瑰等等。
但是中华鹿港阁会摆一项物件，是用自米来做，食起来亲像糕仔，顶面有古钱的图样，号做牵仔条。内底有钱币的图样，就表示伊是有财运的意思，表示12条，逐个月当然会使有迄个财运生意兴隆的意思啊。你也是闰月的时阵就13条。旧历正月初9是玉皇大帝生日，鹿港人真重视拜天公。一般民众会伫初8就开始准备，初9主事祭拜。拜天公分做顶下道，顶道拜寿的。闹出的生理会放下道。鹿港的拜天公是甲别位的所在较无共啊，咱鹿港的拜天公呢有传各葬、寿三星，电话菜碗。鹿港拜天公是鹿港人非常重视的一个活动，所以拢会传足侪澎湃的物件拜天公非常的重视，所以有小过年的这种讲法。过去鹿港家家户户会伫门骹口祭拜，因为时代变化，袂少仪式简单化，要民众会选择去庙会拜拜。但是即阵有少年辈依照古礼拜天公，希望保留传统祭拜的民俗文化，也来体现台湾人谢天、感恩惜福、谦卑的精神。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一只会扑速度搁紧的牌仔，到底是要安怎做咧？高雄这项趣味比赛，今年就有50队来参加，就连这个看热闹的人嘛介济。有没有信心？有。大声为家己的队加油，可惜运气无啥顺，用火顶铁架顶废弃物做的船，一落水就开始散去。阁有国小学生用杆仔顶回收物做环保的船。保特瓶也都是社区回收厂里面去捡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从社区来的，或者是家里。每个都是独立设计，所以呢有18个独立桶。那福利上是没有问题。疫情期间停办真侪档的做牌仔比赛，这摆因应黄色阿米亚的观光热度，18重新转来高雄爱河，荷花灯是真侪队伍的牌仔，有人用纸箱拼接，顶悬阁有高雄茶山的特色造景，阁有兽医使用台湾重要的两鸭品种赤色菜鸭做造型。皮蛋啊，然后跟咸蛋啊，这些都是鸭蛋，但其实大家很少知道说，哦，其实这个来源其实是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品种叫褐色菜鸭，这样啊，想说借这个机会，可能可以跟大家稍微科普。做牌仔比赛，哪拼创意嘛拼速度，有的队连洗身躯的脚桶拢搬来，选手坐伫海来海去的脚桶内底拼命向前，摕到这轮比赛的第一。参赛者都带着无限的创意，用这些环保的相关的器材来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小船。无落水进前，谁拢唔知影家己的船会使挡偌久。这摆比赛吸引各地总共50队来参加，对国小到社会人士共同比赛亲近水域，嘛伫用废弃回收物做牌仔的过程当中，培养环保的概念。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8度。外岛地区15度到25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